薩利級大鳩人，我炭疽斯芬，好快嚟到新一集啦。咁呢集出街咧就應該係農曆新年嚟嘅，咁啊先同大家拜個年啦。咁啊希望各位喺2026年咧就身體健康、龍馬精神、馬到功成嘅係嚇。OK，咁今集咧就唔介紹落本啦。咁今集咧我就會簡單講解一下近期泰國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就係買樓送簽證呢個優惠嘅係嚇。咁喺講呢個買樓送簽證嘅優惠之前咧，我亦都簡單講一講而家喺泰國一般俾外國人長期居留有啲咩簽證可以用咧嚇，咁會簡單講講有幾種嘅係嚇。OK， 咁第一種咧就係 Elite Visa 啦。咁 Elite Visa 咧就真係顧名思義咧，其實就真係俾錢就解決晒所有問題嘅啦，係嚇。咁Elite Visa咧佢就有幾個唔同嘅年期啦，咁就可以因翻客人嘅預算就去做個簽證嘅係嚇。咁就由5年啦、10年啦、20年不等嘅係嚇，咁佢價錢亦都有唔一樣嘅係嚇。咁我冇記錯咧，咁5年嘅入門旗艦咧，佢冇減價，你大概90萬匹嘅係嚇。咁好似有陣時都會有 promotion 做啦，咁就有65萬嘅，我記得好似係65萬嘅係嚇。咁最簡單嘅，俾錢解決問題。OK， 咁第二個啦就係 DTV 啦。咁 DTV 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一個5年嘅簽證啦，咁就最長可以每次居留咧就180日嘅係嚇。咁過咗180日咧，你又要去報到啦，報到完之後咧，你就可以再繼續喺度做嘢同埋係去生活嘅。咁呢個簽證咧就最主要咧就係俾啲外國人而可以喺網上去做嘢嘅。即係譬如你間公司係做啲網上買賣啊，或者你可以喺網上 online 可以遙控到你公司嘅業務咧，咁你就可以去申請嘅呢個 DTV 嘅啦，係嚇。咁都係啦，咁交晒你所有嘅文件去公司證明資金證明咁基本上就已經可以批嘅啦，係嚇。OK，咁再嚟啦，咁就係退休簽證啦。咁退休簽證個門檻亦都係唔算高嘅，係嚇。咁只要一個外國人係年滿50歲嘅，咁同埋喺泰國戶口咧有80萬做一個定期咧，咁基本上都係符合到佢嘅要求噶啦。咁亦都可以做一個每年嘅退休簽證嘅，咁亦都唔難嘅係嚇。咁再嚟啦，咁就係一個LTR 嘅長居簽證嘅係嚇。咁呢個簽證咧有啲似，我覺得係類似係啲商務簽證啦。咁係專係俾啲喺泰國做生意或者係你要成日經常你要來往泰國住去做嘢嘅。咁但係呢個簽證咧，雖然話商務簽證啦，咁佢個旗艦個門檻亦都高啲嘅係嚇。咁大概要50萬美金到啦，或者係要去到1000萬匹以上咧，佢先會俾一個簽證你嘅係嚇。好，咁再跟住咧就再簡單啲咧，就有一個係啲學生簽證嘅。咁學生簽證咧，就顧名思義咧，就係你要喺泰國去學泰文泰拳煮餸或者係一啲你要去學而留喺泰國生活嘅簽證嚟嘅。咁呢個簽證咧，咁就係要視乎翻你要學嘅嘢嘅時間嘅課程長短啦。咁通常由3個月、半年、1年不等嘅係嚇。咁佢視乎你嗰個課程嘅長短而去申請嘅係嚇。跟住咧就會再講解下今次嗰個重要主題啦，就係話買泰國樓去送一個長居簽證嘅係嚇。咁呢個計劃咧，其實就係由 Sanctuary 佢喺2月1號開始發布，就係話經買入 Sanctuary 嘅樓盤現樓就會有一個優惠可以俾你申請個簽證嘅。而佢嘅條款就係話，只要買入佢哋嘅樓盤，各個樓盤，譬如曼谷或者係清邁布吉佢啲樓盤個樓價達到300萬匹以上，又或者係租佢哋嘅樓盤去住，每個月達到85000匹或以上咧，咁就可以符合呢個申請嘅條件嘅啦，係嚇。咁就唔算太複雜嘅，即係又係你買樓佢送你簽證啦。咁佢所交嘅文件咧就係最簡單，就係你過完戶嘅樓契或者嗰個係正式嘅租約，咁就要交俾佢哋嘅文件啦。咁再加埋就係話客人嘅護照啦，咁亦都要喺嗰個單位裏面咧
要影相嘅。譬如你收咗樓，咁就喺個單位裏邊業主喺裏面影相啦，又一定要影埋個門牌嘅係嚇。咁同埋就係話佢呢個簽證咧。譬如樓契有2個名嘅，咁啊一定嚟做2個啦。咁如果譬如你有子女或者父母嘅，咁其實只要個子女咧唔過20歲咧，亦都可以一同去申請嘅係嚇。咁啊父母都係啦，咁亦都可以一併去申請嘅。只要第一個申請合格資格咗批咗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去申請埋你嘅家庭成員嘅啦係嚇。咁同埋啦，係啦，咁就第1年發展送俾你啦。咁第2年續約嗰陣時啦，咁啊續簽嗰陣時咧，就只要你仲持有嗰個物業，又或者係仲持有即係住緊一個租盤嘅，咁亦都可以去再續簽嘅係嚇。咁可能第2年個費用咧就要自己去俾啦。咁我亦都去 check 過呢間公司咧，佢係個費用咧係大概係27,000。嗰個簽證費啦，就再加一個4,000匹一個年費嘅係嚇，咁啊亦都唔算太貴係嚇。咁同埋啦，我亦都喺呢2個禮拜咧就搜羅咗其他發展商，即係除咗 Sansiri 可以有呢個優惠的話咧，咁其實其他發展商咧亦都相繼去推出咗呢個嘅優惠嘅係嚇。咁我而家我 confirm 咗證實咗確認嘅就有，譬如除咗 Sansiri 啦，咁仲有 AP 啦、Allenda 啦、Noble 啦，同埋呢個 Origin 呢5個發展商咧，亦都係會有呢個優惠嘅係嚇。咁基本上嗰個操作都係一樣噶啦，咁就亦都係你要買你嘅現樓啦，咁就會係300萬匹以上就會符合呢個條件嘅啦係嚇。咁好多觀眾朋友話：咦，咁呢個簽證到底係邊一個去出嘅咧？會唔會發展商出嘅咧？咁其實咧係呢幾個大發展商咧，亦都係同泰國一間註冊嘅中介公司。呢間中介公司咧就係專係做啲簽證啊，特別係退休簽證嘅公司。咁呢間公司咧就叫做 The Thailand Long Stay Company 嘅係嚇。咁你喺 Google 咧一 search 就揾到佢個網站嘅係嚇。咁呢間公司咧嗰個主要嘅股東老闆嘅金主咧係泰國旅遊發展局嘅係嚇，咁所以唔使擔心呢間公司係啲人公司嚟嘅。咁同埋呢間公司咧亦都會已經係同泰國嘅入境處警察局同埋移民局咧簽晒 MOU 嘅啦嚇，證明就係話我哋呢間公司咧係可以正式咧可以做呢樣簽證嘅，咁所以唔使擔心話。客人會覺得呢個會唔會係人㗎？買完樓就冇簽證㗎啦，係嚇。咁我去 check 過，咁係冇問題嘅。咁同埋咧 Sansiri 亦都通知我就話佢哋第一批做呢個簽證計劃嘅咧已經係成功攞咗呢個簽證㗎啦，係嚇。咁所以就唔使擔心嘅係。咁我覺得呢個簽證咧亦都係有幾方面嘅好處啦。咁就係話如果泰國各位觀眾朋友有計劃嚟泰國買樓，跟住嚟退休生活嘅，咁呢個簽證咧就真係門檻唔高，同埋合晒啲客人嘅要求㗎啦，係嚇，咁好 match 晒佢所有想要嘅嘢嘅係嚇，特別係而家泰國係好難去開銀行戶口，因為而家泰國咧，佢如果外國人嚟買樓的話咧係開唔到戶口嘅係，而家個個銀行咧佢一定要客人裡面一定有效嘅長期簽證，佢先俾你開戶口嘅係嚇，咁所以有呢個新嘅優惠推出嚟，我覺得係不妨可以係考慮下呢個嘅方案嘅係嚇，咁亦都會提一提大家啦。咁如果有啲客人就為咗呢個簽證而去買樓嘅，咁可能會唔會係要諗清楚或者係要考慮各方嘅條件咧，先去做呢樣嘢嘅係嚇。咁亦都講完啦，咁呢個係而家暫時我收到最新嘅資訊啦。咁如果我打後再收到啲新嘅資訊，亦都會再 update 翻俾大家嘅。咁亦都係啦，喺呢個機會裏面，亦都希望大家喺呢幾日嘅新年假期咧，咁就可以係好好享受下呢個放假啦。咁就希望大家有個美滿假期。咁下一集再見啦，拜拜。如果大家唔想錯過我介紹泰國樓盤嘅最新資訊咧，就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多謝晒大家。